個係我嘅好鄰居？喺好耐好耐以前，耶穌同大家講咗一個好有意義嘅故事。故事入面有一個叫 Nathan 嘅男人，佢孭住個袋，正準備行一段好長嘅山路去另一個城市。點知行到半路，突然衝咗幾個壞人出嚟，佢哋好兇惡咁搶走咗 Nathan 身上所有嘅嘢，仲打傷咗佢。壞人走咗之後，受咗傷嘅 Nathan 跌咗喺地下，佢覺得全身都好痛，完全冇力企返起身。佢心入面好驚，好希望有人可以救下佢。過咗一陣，有個叫伊萊嘅祭司行過，佢平時喺聖殿工作，大家都覺得佢係個好人。但伊萊見到受傷嘅 Nathan， 竟然扮睇唔到，仲特登行遠啲避開佢。之後，另一個叫 Joram 嘅人又行過，佢都係喺聖殿幫手嘅，平時好敬虔。Joram 停咗一停，望咗 Nathan 一眼，但佢驚會惹麻煩，最後都係就咁走咗去。呢個時候，有個叫 Adriel 嘅撒瑪利亞人騎住驢仔行過。喺嗰個年代，好多人都唔中意撒瑪利亞人，但 Adriel 停低咗，因為佢見到 Nathan 傷得好重。Adriel 跪喺地下，攞出油同酒幫 Nathan 抹傷口消毒，減輕佢嘅痛楚。佢仲好溫柔咁用乾淨嘅布幫 Nathan 細心地包紮好。Adriel 慢慢咁扶起 Nathan， 將佢抱上自己隻驢仔度。雖然路好難行，但 Adriel 一路行，一路扶住 Nathan， 帶佢去附近嘅旅館休息。去到旅館， Adriel 陪咗 Nathan 一整晚。第二日，佢攞出2粒銀幣俾旅館老闆 Michael， 話：請你幫我好好照顧佢，如果錢唔夠，我下次返嚟會補返俾你。耶穌講完呢個故事，問大家：你覺得邊個先係 Nathan 嘅好鄰居呢？我哋要學習 Adriel 咁，無論對方係邊個，只要見到人有困難，都要用愛心去幫佢。